天氣愈來愈熱，網頭將到炭生。南投草屯的鎮公所就請人拼水溝，要讓這鳥鼠甲做甲網仔無地味，防治天狗熱甲旱灘白倒。這搭是草屯菜市仔擺檔的頭家，當咧無閒切土豆糖。頭家講鳥鼠仔上喜意食土豆糖，看到公所有派人來清溝仔，感覺真好，真安心。咱同台北比起來，咱安那？哦，好足濟，好足濟，好足濟。安尼清清的，攏無鳥鼠。好啊，當然嘛好。啊無，大大鳥鼠仔啥嘛來較無，我有水處理啊。恁攏會有做就對啊。好。像咱台北看新聞安尼，那個鼠患啊。我們現在就是要預防加上消毒這樣子，不要讓我們這邊也陷下去這樣子。天氣愈來愈燒熱，為着避免網蟲、鳥鼠仔生炭，草屯鎮公所早起派人去菜市仔消毒。公所表示，因為市仔內底膽含人流合密，種水溝有積爛土、糞、較厚生網仔蟲，吸引鳥鼠仔來遮找食，增加傳染病的風險。最近台北嘅鼠患這個問題咱草屯鎮嘛有警惕到，甲咱的鎮民安那改教，免掠鳥鼠免當鳥鼠，盡量咱的物件盡量莫留伫溝仔底公有市場周邊的集體清淤，會使將咱水溝仔清去，安尼避免講蚊蟲、蟑螂甲鳥鼠啊，羅密佇咱水溝仔內底。草屯清潔隊長講，市場4個位啊，每3個月攏會來清水溝，嘛會加強宣傳，要安怎防止鳥鼠啊含網啊。鎮公所嘛呼籲，環境要清了後，嘛需要大家做伙維護菜市仔清氣，嘛會當提懸民眾來洗菜市仔的意願。記者洪怡秀南投報道。